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4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中营海运的2个前员工甲在职员工斗空，今年1月利用港口安检的摊棚，对泰国走私上千万的毒品。中国配偶爷爷等人因为公开发表武统的言论，互废止居留的许可，因的健保甲工作权嘛拢互取消。前交通部长郭耀基昨传出主动要8日送新光病院急救，伫早起11点已经过往，食到69岁。来看中营海运的2个前员工涉嫌甲在职员工斗空，今年1月利用港口安全检查的空棚，对泰国走私上千万的毒品。高雄的桥头地检署今仔是以毒品罪起诉这3个人。中营海运嘛表示讲，这涉案的员工拢已经离职了，因暂时无要回应。这个查甫人想要骑U bike逃走，警方给压制伫咧涂骹。口袋。行经几条线头行动，掠到几条人到案，因拢不是中营海运的员工，涉嫌甲在职的员工交结，甲毒品走私转来台湾卖。具体逮捕该海运公司赖姓船员、蔡姓及刘姓离职员工等3人到案，一举瓦解该海运公司现职离职员工内神通外轨的运毒管道。被扣怀的毒品规大堆，有大麻花、大麻酚、大麻烟弹，重3.5公斤。若是6日起市面上不法的迄日要甲1000万。检警调查发现，涉案的前员工伫泰国买到毒品了，交予现任的船员，藏伫咧随身的牌仔内面，就着港口安检的漏空，船员会当免检查，甲毒品再回国内来转卖。那这个案件经我们的调查了解。系属涉案船员的单一个人行为的事件。那目前了解，并无其他船员涉案或者是扩大的情形。中营海运说明讲，涉案的现任员工伫案发了已经主动离职，对案件暂时无做回应。历经安检的组织机关之一的关务署，伫法国进前时也无回应。不过涉嫌走私大麻入境，检方已经伫咧离世，依照毒品条例顶罪嫌起诉3个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国配偶爷爷小美、温琪拢因为公开发表武统的言论，互废止居留的许可，嘛爱限制出境哦。内政部今仔嘛证实讲，这3人的健保资格甲居留期间的工作权嘛拢已经取消了。也毋过事实查核中心的董事长、中正大学教授罗世宏是指出讲，欢迎驳回爷爷申请停止执行的裁定有问题。也毋过，内政部长刘世宏是强调讲，行政甲司法系统针对这案件已经裁决了，嘛拢有提出解释，伊无要搁再对外说明。我们确定要必回大陆了，通知一下你。恭喜，堂堂正正中华人。合体地步互相拘收，继续廖培爷爷因为鼓吹武统，互移民署限期离境。廖培、小美、温琪也同款，互废止居留许可证。内政部更加证实，依法因连健保、工作权也拢会互强制取消。在我们对外发出行政处分的时候，就一并通知户政单位取消。不过，事实查核中心当做中正大学传播系罗世宏教授认为，判决裁定未当充分展现保护人权的担当，甲无符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提起的，会当证明因的言论有直接甲及时的威胁。反倒政府的做法会互两公约变成打压异己的工具。不管是行政系统或者司法系统，对于这件裁决的案件已经做出解释，我们就不多做说明。刘世宏表示，个案若不服，会当行诉权定诉救济。不过，在野立委也质疑，直接赶出境，敢是符合言论自由国家？3个度配备处分，对不对？那就是3个家庭。当然，我们的国家的这个主权跟安全一定是摆在第一位，没有错。可是我们也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我们现在不希望我们的移民署或者是我要变成是以前的境状。现在我们对陆配的执法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那是不是武统的言论不可以？但是呢，你虽然不是武统的言论，但是你的讲话我不喜欢，好，是不是也不可以？照理说，来到台湾应该是认同台湾、热爱台湾，那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所以这让大家也不禁怀疑背后是有特殊的一些政治意图。我想这也涉及到台湾的国家安全，特别这个部分有可能涉及到了中共的认知作战。台湾就是中国的，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绿配弯弯小外伫台北街路大社公统战，也有绿配关关表示早暗红旗的插满台湾。伊秘书表示，针对检举继续查核，另外欢迎采取夜夜离境的时间是25进前。内政部表示，目前伊还未离境，时间一到就会向强制驱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海巡署新地海巡对于长伫桃园永安外海查到一个正可疑、无尊名、无挂牌、嘛无登记的中国船，船顶内的船员人拢无身份证件。这只船是载50万粒的油料，嘛已经先甲船押到台北港来进行调查咯。确定坐标锁定船只，就是这台伫咧永安外海可疑中国船，故作临检，一个靠来设计要逃走，尾后也是互咱海巡查来去咧船顶检查。去前面，去前面！船顶6个船员拢无身份证明文件，看到海巡上船，也阁惊到。这是一台无船名、无船籍港，也无船籍登记的3部中国捕油船。船顶载着50万公升的油料，要伫附近的海域，和其他外界大陆船补给油料。本日上午8时许，海巡署第3巡防区指挥部指挥本队 PP3516艇前往永安外海西北20海里处查处可疑目标时，发现一艘无船名大陆船舶。那本队同仁立即将其带返台北港查处。海巡甲这台3部的中国船押转到台北港留置调查，也确定中国船只外界补给。不过，像这种情形常常听到，偏远的渔民2、3就发现有一台无船籍的中国快艇越过海峡中线。伫西苏海域沿所钓放所港啊，干掉咱国的渔船。不过海巡到现场的时阵，无发现可疑的船只，会继续监控海边的动态。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前交通部长郭耀基昨传出主动要背离送成功病医急救。上新的消息是，郭耀基伫早起11点已经过往，食到69岁。成功病医是强调讲，因为家属无授权，因无方便公开病人的病情。郭耀基因为主动要背离手术，伫昨手术了后，伫家护病房观察使用 ECMO， 经过一暗的急救，嘛是救无回来，中岛过往咯。嘛担任交通部长的郭耀基，因为贪污罪，被判刑8档2016年得到癌症，申请保外就医。郭耀基的朋友是表示讲，虽然已经过往，也毋过会继续来为伊互冤枉的案件来拍拼，望讲会当轻易清白。继续看中华县议员赖清美，伊伫面册铺文讲，伊有人见面要摕物件，所以甲车驶到中华王景派出所临时停车。也毋过伫班的警察说爱伊随驶走，伊批评讲，这警察的态度是真歹。县警局已经回失礼，嘛要来启动调查。也毋过外界质疑讲，这敢是特权的。赖清美是表示讲，伊今仔透早有接到真侪通内乱的电话，这议员讲，伊会针对烧了的人来提告。赛车的是中华县议员赖清美，日伊去中华王景派出所，想要把车停伫咧派出所的停车格，却和警察起冤家。口气呀、态度都不是很好。我下车的时候，我有回他说，因为他短信会冲他。好。他也很不爽，他说我没有跟他借。赖清美讲，迄天和朋友见面要摕物件，毋过车位歹找，就约好势伫咧派出所见面，甲车驶入去派出所内底。赖清美强调，伊要临时停车，人未离开，说互当地的警察赶。赖清美甲这过程铺伫网络顶挂，嘛通知县警局。这局长毋但回失礼，佮讲要甲这个细乱警察启动调查。那沟通过程中，有产生误会，那后续的细节我们会再调查。来到王景派出所，这停车格有标示警备车轨，而且这挖进街仔路，这停车位是真歹找。有不少民众讲，就算街仔路找无位，嘛被直接把车驶入去派出所。通常一般民众不会停派出所门口啊，何况他是右翼，他又是议员。民代表甲民众徛同边，民有特权，你也不用做物件招，一般警员嘛招你啊。你无表明，人也唔知你议员啊、讲员拢唔知啊。警方表示，民众若有紧急需求，或者是要办公，拢会使停车。若这议员嘛，防止伊讲利用代表的身份使用特权引起争议。伊的面册互老话批评，在手机啊，伫咧半暝嘛有17通骚扰的电话。赖清美呼吁外界爱冷静，针对无理性的批评，伊嘛会提告。公视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云林县一间国中的羽毛球队，有家长出面指控讲，学校进前一个细寮的老师甲细菜的教练体罚霸凌球队的学生，嘛拢无受到什么处罚。公民团体是要求相关单位得爱检讨、爱负责。云林县政府是强调讲，因一切拢是依法行政。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那回来家长其实会很受伤，觉得说把小孩子送去那个学校是对的吗？讲到囡仔参加羽球队，所做着教练体罚的代志非常的艰苦。这阵云林县某国中羽球队的学生家长，临时特别上北，伫立会甲公民团体陪同举行记者会，指控进前任教的细寮专任教师细蔡兼任教练严重体罚霸凌球队学生。两位教练呢是长期用言语辱骂的方式对待所有不特定的选手、学生，然后呢表现不好的呢打巴掌。家长也提供囡仔参加全中运的时，遭到教练喷水，甚至擤喙皮的画面，批评教练管教不当。公民团体指控细寮的教师只是互停聘，无互改聘，也无互登记无适任教师资料库中，要求相关单位积极处理。林县政府是不是可以针对今天记者会我们的相关的提出的可能新的市政相关的疑义，是不是可以回去再一次的检视，有没有可能重启调查？教练的部分，其实我们有要求哈，我们有透过一些课程的安排，然后要求他们要来做一些训练哈，包括我们有实体的课程。公民团体也指控云林县政府对2个人的处分轻轻棒，让家长和学生二度受伤。对于不适任教师的处理，中央法规有明确的规范，学校及县府皆严格依循相关法令及程序办理。对指控，云林县政府强调一切依法行政。也不过，公民团体也指控，细蔡教练被改聘了后，竟然重新报考这间国中的羽球教练。家长向县政府抗议了后，才取消录取，刷过走去台北的学校任教，要求教育部应该退回县府的轻棒定处，重新调查，保护学生的权益。光新新闻采访报道。最近外界风声讲，咱国内电价平均可能要起6%，也毋过经济部长郭智辉是强调讲，电价是电价审议委员会来决定。嘛讲伊主持的会议是无讲到6%这个数字，嘛强调讲，因会继续来争取立法院来颁布。国内4月份上新电钱的计数，按算这礼拜会公布。外界烦恼讲，电钱的计数若是起，会带动物价对咧起。经济部长郭智辉表示，伊无法度决定电价，尊重电价审议委员会决议。我们争取大院能够同意拨补。我想大院如果能够同意拨补的话，对台电的这个财务有非常好的这个注意。我们大概钱借少一点，利息也少一点。我想这些。我想这个审议委员会他们会来参考。有立委关注国内从2022年电钱就开始在起，这届若搁起，就创下4年来第5届起电钱的纪录，烦恼物价会得咧无稳定。经济部长郭智辉回应讲，即马电钱的计数的环境甲过去无同款，虽然过去有拨补台电3000多亿，不过台电无起的金额有到6000亿，目前台电也是负债的状态。台电过去发电的成本悬，是受到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影响有的计数所致。目前台电也是积极咧降低发电的成本。如果最后也是占6%呢？就我在主持的会议里面，没有这一个6% 的这一种这样的一个案子。光是电价一上来，对很多企业影响就很大。每一个产业不会一样，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电价审议委员里面也有这个工业总会的代表，也有商业总会的代表。我想他们会充分的反映给所有的这个委员。到现在已经涨了几次了？过去到现在，我的任内是2次了。你问我几次？我的任内我印象只有2次啊。经济部长郭智辉是去年上任的，在伊的任内，目前国内电钱敢若起1届，不过郭智辉说讲，在伊的任内电钱起2届，这到底是讲了唔对起，也是咧讲这届电钱会起咧，嘛引起各界讨论。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再来看，针对国民党团主张讲甲加收的税金发现金还给民众，行政院主计总处主计长陈淑珠今仔日立法院是表示讲，伊原则上是无支持，也毋过财委会调集委员罗淑宝是表示讲，上班2礼拜后就会甲法案送出委员会。因为即马 AI 的商机，半导体业者持续扩充先进制程，甲高阶封测的产能，也有就业市场稳定等等的因素。
行政院主计总处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是3.14%。不过，主计长陈秀珠去立法院报告，调野的立委是更较关心加税幸好百姓的问题。每一年它的先后次序排列的不一样，我知道是，那所以我个主机长们不能把它定在法条里面，让它将来执行没有弹性。陈秀珠表态，原则上是无支持普发现金1万块，而且强调过去的法是由过去的时空背景来考虑。不过，国民党团希望修法，加税幸好百姓会当法制化。目前拢总有林德福、罗斯宝、甲王宏斌提出的3个版本，民众党嘛有提出版本，按算上班2礼拜了后，会甲法案送出委员会。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出去，那即便大家都没有共识，我们就全案保留。那出去也是一个办法，最慢在2个礼拜一定出去。行政院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所以呢，他对于他的整个国家施政，他的预算编列是他专属权，这个是叫做权力分离原则，当然是违反宪法。主计总处的报告内底强调讲，实际扣税的金额悬，无代表整体财政有存钱，又该扣除法定成本，甲红字补助，才会当判定会当使用的财源。税收若是比按算的较济的时阵，就会依法优先行政务，或者是提供重大政策来使用。若是法制化，可能会破坏财政的纪律。因若主计总处按算今年8月底送出明年中央总预算案等等的资料，予立法院审议，按算上紧9月份，专面有机会会当领普发现金。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国内敢有法度来推动税厝的实价登录咧？内政部长刘世芳今仔是表示讲，真侪厝主可能会烦恼讲租金的收入会互税务机关来追查，所以无愿意公开，嘛去影响到税厝的市场。所以强调讲，政府会继续定期来公布租金统计等数字，互民众来了解。推动租厝市场资讯透明化，为了要解决租厝乌漆的问题，是毋是让比较帮好高兴实价登录，也推动租厝实价登录咧？内政部长刘世芳讲出4大困难点，全面实价登录可能会造成厝头家担心租金的收入和税务机关追查，无愿意对外公开，甚至减少厝的出租率，影响市场的运作等情形。我们现在做的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利用这个租金补贴的大量资料来做一个大数据分析，提供给民众一个整体的租屋行情。这样就是说，未来就是说固定可能半年就是有个租屋的行情，这些数字嘛，可是不会要求房客要做一个租金的一个申报。实价登录不会做。内政部指出，一直到113年年底，已经掌握差不多72.7万笔有效的租约，大约是占在租厝市场的60%。将会继续定期公布租金统计数字，强化租赁资讯整合分析。因为立委也点出，租厝市场透明化的关键是一个租赁契约的登记。因为租金补贴政策正是推动契约登记的重要手段。不过，为什么双北的涵盖率上低呢？为什么双北比较低？因为其实就租金补贴来讲，双北因为大概在符合的这个比例上来讲。是相对比较低，因为大以学生为主，租金补贴它也有一个薪资上限。希望考虑就建立就是透明化的平台，就是说稽查的机制。有关于纠纷的部分，我们现在在推动法服的部分来提供民众的一个租屋纠纷的咨询。那以现在来讲话，每个月大概会有400件的一个咨询量。内政部表示，将会检讨定期化契约租赁纠纷处理机制，一个优先出头家政策，来建立公平稳定的租赁环境，确保租赁双方的权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以色列23轰炸加沙走廊一间病院，包括一个哈马斯的高级官员，甲一个助理，计共有5个人死亡哦。以色列指控哈马斯利用病院来暗砍指挥中心甲军火库。上新的统计嘛指出讲，以下冲突以来，加沙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万人了。加沙市这个布棚区是专门收容有罗布厝的巴勒斯坦人，不过却是去予炸弹攻击。附近的一间病院嘛去予空袭。迄一天，真侪巴勒斯坦的百姓是好甲死难随。因讲，上怎战争到达也未结束。一个哈马斯的官员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以色列23暗时轰炸病院，哈马斯一个负责财务的政治局委员巴尔霍姆无命。4天前，伊伫空袭当中受伤住院。以色列军方讲，引起大量的证据，采精准弹药攻击，减轻伤害，要甲伫病院内底活动哈马斯重要的成员消灭。
伊说过去一再指控哈马斯利用病院做指挥中心，甲忏悔有的所在。 Israel also says it has formed a new administration to help Gaza Palestinians leave the territory. That is part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controversial plan to empty the territory of its Palestinian population and have the U.S. take ownership. 伊说来讲，都要加强军事压力，才会当甲人质带回来。迄天伫个调查维护的街路爆发示威，对总理纳坦雅胡重新启动战争是感觉真不满。I watch my country just continuing a non-ending war. With the hostages not being released. 受到这个轰炸影响的巴勒斯坦人，内底有搁较侪是前一阵停火期间才倒来处理要重建家园的人。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表示，从以色列针对加沙的战争到今，已经有5万人死亡，这个数字差不多是加沙200万人口的2.5%，而且真有可能会搁较侪。公司新闻林编译。 南韩总统尹锡悦去年12月份宣布戒严的时候，红弹劾停职，由总理韩德洙来代理。韩德洙对甲反对党主导的国会起冲突，国会伫去年12月27嘛弹劾韩德洙。韩国宪法法庭今仔是驳回这个弹劾案，恢复伊的职权。外国媒体甲韩联社报道是指出讲，韩德洙因为拒绝任命由国会选出的3个宪法法庭的法官，受到弹劾。 韩国宪法法庭的法官是认为韩德洙并无违宪哦，所以驳回这个弹劾案，嘛恢复伊的总理甲代理总统的工作。再来看加拿大新总理卡尼23宣布解散国会，4月28要来进行国会大选。面对美国总统川普关税压力甲主权威胁的言论，卡尼希望讲会当透过大选哦来得到愈侪民意的支持，来对抗美国。 另外，川普话讲要买格陵兰岛，美国副总统范斯的太太27就准备要去格陵兰访问。加拿大现任总理卡尼就任无到10天，就伫23宣布解散国会，并且定4月28提前举行加拿大第45届国会大选，希望借此得到强大民意授权来对抗川普政府的威胁。We are fac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crisis of our lifetimes. Because of President Trump's unjustified trade actions and his threats to our sovereignty. 卡尼今年60岁，伫咧赢到自由党党魁选举了，3月14宣誓成为加拿大新总理。因为卡尼并不是现任的国会议员，亦个需要透过选举来赢到家己的席位，并且得到民意授权执政，所以宣布提前半年举行大选。 川普针对加拿大产品全面扣关税政策，将会伫咧4月初2实施。也几度辩讲，要互加拿大成做美国第51州，要安怎团结对抗美国，就是卡尼的竞选主张。President Trump claims that Canada isn't a real country. He wants to break us so America can own us. We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卡尼上大的对手是保守党的党魁，今年45岁伯利治。伯利治有20年的议会经历，是民粹主义者。伊对前总理杜鲁道处理新冠疫情、环境，抑个移民政策拢真不满。川普伫最近北讲，伊甲倾向甲加拿大自由党合作，也互伯利治抓到机会拍反美牌。First of all, let me be clear. We will never be an American state. We will always be a sovereign and self-reliant country. 加拿大几多间民调显示，自由党的支持率暂时领先保守党2到3个百分点，拢伫咧误差范围内。另外，川普继续放话，讲要卖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引起国际关注的时阵，美国副总统范斯的看手乌沙范斯3月27将会访问当地进行文化之旅。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也对伊去。虽然白宫强调，这段是要展现美国的流行外交，不过丹麦总理认为，这边的访问不应将川普的言论分开看。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过来消息来看，花莲吉安乡的建国路最近咧进行人行道甲排水沟的改善工程，昨有民众塞车哦，也毋过车辆煞掉伫窟窿内底，出动吊车哦，才甲车吊起来。公所是表示讲会来要求厂商改善。
伫监视器看到一台车被西湾入去巷仔，则突然间起向一边。代志发生伫咧23案花莲吉安乡的建国路一段，正伫咧做人行道加排水沟的改善工程，暂时用坡面互人车过。这台车被西湾入去时阵，前链踏落去条条的。再宽一点吧，因为如果它正直角，我真的弯不进来，然后因为它两个太窄了。过当天来到现场，就有民众讲，看道无够，车要滑入去真困难。这段路的时间，伫路边挖2公尺宽、1公尺深的沟仔，巷仔口临时铺2片钢板，互人车过。不过看道无够，施工单位先加强警示。我们在协调厂商现场能够去做加强的部分，把它改善。原则上是也要确保人的通行安全一定是 OK 的使用，要允许到让每条巷子或每个住家车辆可以通行的话，在执行上确实还是有困难。乡公所讲，这个路段的人行道加排水沟整治工程，将到8月底才会完工，会请厂商加强警示，在咧无影响施工的情形下，增加路口的宽度，方便民众出入，也防止过发生意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提升过路人过车路的安全，高雄市的交通局伫凤山的过碧路甲过永路这路口试办行人过分段过车路。交通局表示讲，这路口大车真侪，边仔有够少，透过青红灯的时间差甲庇护灯的设计要互学生囡仔上下课愈安全。车顶一道顺着斑马线行到中的行人庇护岛，等待第2段的车顶道，才阁继续向前行。凤山过碧路甲过永路这个路口是伫800快速道路桥卡，是高雄第一个行人分段过车路的设计。因为这车辆多，速度够紧，原本的斑马线是画伫外面，附近学校的囡仔会烦恼过车路的安全。经过地方环境交通局重新设计，改做2段式过车路，这个月测备完工。在中央分隔岛设置行人庇护空间。最后再由交通局调整交通号志，并导入行人分段穿越时相，一气呵成的来提升行人安全，尤其是步行速度较慢的年长者，可以分段比较轻松的来穿越路口。交通局表示，这款设计适合路口较宽、车流量较侪所在。头一摆来试办，应要精设指示的标志，避免民众三无长。李长讲，拄开始需要适应，伊嘛拜托学校来到宣导。虽然安全性有提升，不过因为桥墩挡伫遐会砸到赛车的视线，因此也希望来往的车辆要把速度放慢。提醒这个驾驶人在转弯的时候速度要减慢，还是要注意到行人。另外，行人在走的时候虽然说是绿灯。但是也要注意到这个车辆的这个行驶，避免有任何危安的产生。因为高雄已经走向超高龄社会，交通局强调，这款2段式的过路设计，会当互老大人轻松过车路，唔免看到车红灯就哭哭撞。如果试办的效果袂歹，未来也会扩大推广。记者柯家如、柯昭勇高雄采访报道。最近这几档桃园有真侪建案，监管处嘛统计讲，最近2档工地安全维护的定证案件都有208件。大部分拢是围篱的问题，市政府嘛制定工地围篱标准化，望讲会当来减少工安的风险。即马桃园遮侪所在拢当咧施工，去年开始推动工地围篱的美学，今年大成定出工地围篱的规范，甲施工围篱的关度、材质、甲警示的方式统一，而且要求伫咧车路挖角的所在，会当看趟对向去，减少争议甲工安的风险，提升民众伫咧转弯的时阵视线的安全。按算4月7日实施。对我们营造业来讲，标准是统一，而且我们各工地才会有依可循，每个工地的发包项目都一样，才不会每个工地都会形式都不一样。根据监管处的统计，最近这2年工地安全维护措施确实的订正案，拢总有208件。以围篱挖角无透明、有破气甲防疫做，也有过路人安全走廊上较侪，失败伫前3名。为了解决桃园施工围篱设置的标准无同款的问题，监管处整合各部会法规，推出围篱标准的图，业者会当使用公版的申请表，就会当对照工地设置围篱敢是有符合规范。例如说，转角处必须要有透明的围篱，避免交通安全；然后基础设置有一定的安全规范，避免强风的时候会有公共安全的疑虑。监管处表示，施工的围篱是工地安全的第一条防线。伫新的规范内底，新增加车路挖角的所在，围篱都要设置半透明的，互要转弯的人视线会当更较清楚，减少烧矮的风险，提升施工区域附近车辆也有过路人的安全。
另外，针对热人清在拄着风台情形，西维利亚嘛有固定的标准来降低倒去的风险。公司新闻桃园报道。中华有一个警官去落水溪捕花运动，受到3只狗仔的攻击，加载人是无代志。也毋过，当地民众是讲附近常常拢有狗仔逮着人，也是会着车。东方所嘛表示讲，因会来了解来做处理。狗仔看到人甲车，就歹清醒一直吠，身边嘛无主人甲锁啊。中华分局副分局长张金邦前几工仔进行大甲仔绕境勤务自我训练，走经经过南中华落水溪捕花道路，煞互3顶狗仔包围攻击。加在伊保持冷静，找棍仔防身，最后顺利离开。伊将规个过程铺上网引起讨论。他们就一直往我这边来啊，我就是蹲下，我还有拿棍子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很靠近啊，我就边退边走这样啊。你经过他都会追你的，包含汽车啦。地带，遐哟。刷就因会甲恁约无？会哦。张金邦讲，迄天上侪有20只狗仔甲伊包围，当地民众也表示，狗仔约人甲车的情形常常发生。中华关动物防疫所表示，会先派人去厘清大阵的狗仔是流浪狗，也是有人饲的。如果说是有流浪狗追咬人的部分，我们会再把案件请所辖的公所清洁队去捕捉。那如果说附近有住家，那有一些自己养的犬只的话，我们会请同仁去宣导饲主责任。今年2月，中华丰苑才发生一个80几岁的妇人人骑大埔车出去，受到民众饲的狗仔，也有流浪狗甲伊虐，就安尼摔倒受伤。即马南中华也传出狗仔甲人虐，动物防疫所强调，若确实是流浪狗，会通知公所的清洁队来甲伊掠起来。若是民众饲的，会要求主人管理甲看守啊。若口腔袂听，会当以动保法第31条开罚3000块到15000块。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已经过往的画家周丁宏，伊的画哦目前是伫台北松山文创园区的展览。这笔画是向画家的亲人借来展览的，也毋过哦煞碰见咯。报案了后，警方发现讲现场无监视器哦。特展单位会室咧嘛表示讲会来加强管理，嘛望讲画会当赶紧找回来。我们就没有想要卖它，所以你要我说赔偿或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弄。我只希望把它找回来。它背后所代表意义更深的是，我觉得我跟我哥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连结。思思念念，敢若希望亲人在生画作会当搁再出现。已经过身的画家周丁宏，伊的亲人甲珍藏的非卖品交出去，不过伫展览结束进前，画作煞无去啊。11点半的时候，我们有确认画还在现场，然后大概是1点到1点半之间，工读生有出去买饭，然后。回来他就不见了。他的那幅画又不大，所以他可能是，比如说他放在包包里或者什么的，那他可能就拿走了。周丁宏在生画作展览，当伫咧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展出，挂伫壁顶的土仔图画，第2伊敢若剩一粒钉仔，因为现场自由出入，并无卖票。亲人紧急报案，不过展区内并无监视器，是啥人甲画偷摕去，到当有关无清楚。接获报案后，即立即调阅松烟现场与周边监视器，客证厘清窃嫌身份。上演回应讲，包含出入口、走廊、公共区域有180台的监视器，展览空间因为运输等考量，园方未统一安装。不过，出展方的相关安保也互自己讲敢是有疏失。我本身也是艺术家，就是做个公益展览，真的是很想不到，就是造成大家那么大的困扰。当初并没有评估好松烟的人流会这么多，然后工读生在购买午餐的时候造成这个疏失。出展方会室内稳落地人流的安排会搁重新规划，强化安全管理。不过草头光明正大甲画偷走，也互周丁宏的亲人真着更搁艰苦。除了报警，也希望透过社群找画，维系的画作会当早日回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南模是山亚上大的山区，目前是长的开花，也毋过天气连咪冷连咪热哦，恐惊影响到今年的收成。农业局嘛表示讲，确实有淡薄的影响哦，也毋过目前哦，日期的花是个开了袂歹，会当个继续来观察2-3礼拜。它是授粉的，可是它可能会因为气候的关系是授粉不完全，它还没登昂，它就掉。
行入南西区占地大约5分的山野园内底，看过去火势开甲真暗。不过3月中，农民却是发现讲，今年的山野树虽然有开花，不过调高率无好，就算有开花嘛，大多数拢是空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年菜较淡，南部地区一日降落10度左右的寒流，一日搁清起的30度以上，这是寒是湿热造成的。大雨跟寒流，然后这样那个日夜温差大，那个气候太过剧烈，所以它这个花没有办法说是授粉是完全的，然后它就哪怕是授粉完整的，它也会因为黑掉或者是因为寒害的关系就掉了。一枝花损失惨重，果子生袂出来，农民预估未来产量恐惊是会减一半以上。不过目前农民嘛，干来等甲希望放伫咧2期甲3期的花顶头。针对这款情形，台南市农业局最近嘛派人勘查，观察发现讲，目前主要的2期花状况袂歹，不过实际情形也是要至少2礼拜后才会当确定。早花其实真正是恐怕等出济啦吼，但是目前只是2、3期花的开花阶段啦吼，但只是说迄个授粉跟结果的阶段吼，确实的情况，我可能要等2、3礼拜吼，还知影讲目前走果状况啦吼。农民预估今年收成恐惊大减，气候变化遐尼大，冷气团一波接一波，刷落来2倍恐惊，阁有冷气团要来，嘛互农民真烦恼。农业局就强调讲，未来会随时掌握果子树生长的情形，未来若确实受损，会赶紧回勘进行灾害补助，降低因为极端气候造成的损失。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北市有民众买一间真出名的鸡卵糕，所发现讲鸡卵糕生果了。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讲会去稽查哦。另外，伫高雄有一间卖日本制猪排的连锁餐厅，民众看到讲有加纸，高雄市卫生局嘛表示讲会处罚。民众正伫咧食这日本式制猪排，酱料罐出现一只家纸扫来扫去，当时看到到底实在是讲要食袂落。甲伊影片放伫咧网络顶面，也讲店员甲餐盘收走时，甚至用手掠家纸，虽然无甲收一声服务费，伊讲应该袂过来咯。不敢去了，因为会怕。因为那个卫生问题，我看到没有把关的很好嘛。对，超怕蟑螂的，所以无法接受有蟑螂这件事情。日本式制猪排连锁餐厅位伫高雄左营三体社会分店，食安出状况，卫生局人员早起来到现场来督导检查，尤其是酱料罐爱详细看清楚。稽查了后无发现假纸，不过业者承认讲影片内底是真的，会依照食安法采取3万到300万块的罚款。就是要准备开店营业，所以我们以现场去查。另外，这间店前排玻璃桶内底鸡卵糕已经拢清掉啊。位伫台北天母的这间有卖食的咖啡店也出现食安的问题。之前有民众买鸡卵糕才食2次尔，发现下面有一粒生果的污点，甲店头反映，店头敢若讲会退钱予伊，互民众是感觉真不满。因为我们的蛋糕是有一个底盘的，底盘跟那个上面的蛋糕，它底下是看不见的。那外长处看不见，它里面已经有点发霉，就是3天以内水果蛋糕有发霉的可能性。业者讲，店内所有物件拢是因的师傅家己做的，开店8年是头一摆对到这款的投诉。考虑这个鸡卵糕类较歹保存，以后会阁家放伫个电视柜内底。如查获贩售腐败变质食品或储存贩售逾期食品，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及第44条，处6万到2亿元罚锾。台北市卫生局也派人去稽查，若是复查有关是无合格，也依照食安法罚6万到2亿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哦，前一站收到一张批，开起来发现讲内底有放滴在糖的卵，可能是民众哦无想要吃咯，因为这算是外来种的糖拖，动物园嘛已经甲伊处理掉咯。台北市立动物园最近收到一张批，内面装着一粒黑色的物件，经过检查是滴蔗糖的卵，敢若是生出来了民众歹吃，因为滴蔗糖是外来种的糖，为了在地生态健康，只好现种处理。尤其是这一类的竹节虫，它们是在缺氧情况下都是孤雌生殖，有时候只要一只成熟的雌虫，它就可以一直不停的产卵。这几年，台湾挺木昆虫的市场正热，虫因为伊的特殊行为、外形水，成做人类伫咧鸟狗以外新的挺木。其中甲糖类的大兜虫、锹形虫是主流，小学的自然课也会教是甲糖。最特别应该是帮我换水胎吧，大概1个礼拜要换1次，然后就在换水胎的过程中可以体验到他们
他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这样子。像会有一些很特殊的个体，像什么雌雄同体啊，然后养出就是有繁殖出有白眼的基因啊。这类就是或是它有一些突变，就是都很特别。天母店的业者讲，加糖的介绍书饲的条件简单，无什么限制。自加糖的幼糖，就是一般所讲的龟母糖开始饲到大只，差不多爱1年半到2年。昆糖饲牛的产业特点就是好看、好耍，有经济价值做标本。出社会之后有兴趣收集标本，或是想要养大只的虫，他们其实都会来这边看。业者讲，饲虫甲饲鸟狗同款，拢是一种生命学习的过程，唔通随便弃养。动物园也强调，动物园唔是收容所，民众若无想要继续饲的宠物，会当联络原本买的店，或者是找其他有经验的人领养。外来种的虫，若是随便放在野外，可能会扰乱本地的生态；若是较严重的，可能会传播疾病，或者是造成农业损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癌症若通会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恢复健康的几率是真高。新北市的邦桥卫生所是指出讲，这几档大肠癌有少年化的趋势，40多岁得到大肠癌的病人是愈来愈多，所以卫生所是呼吁民众都爱定期去体检。咱咧大便坑咧大的所在，安尼甲背背2、3下安尼，治疗化的拢爱。新北卫生所的人员向要来做大肠癌体检的民众一项一项解说流程，除了有一位63岁阿伯收到信息，就紧安排时间来做体检，也有较少年的民众认为现代食食较无正常，提早做体检较安心。麻烦春天有了提早预防啊，因为像我们年轻人可能饮食习惯都比较重油、高盐那些的，可能罹患大肠癌的几率可能会比较高了。那政府有这项补助的话，有收到简讯，我们一定会去做检查。新北邦桥卫生所主任表示，过去大肠癌是50多岁较常发生，这几档发生的年龄层直直落到40多岁，而且愈来愈普遍。并且伫去年7月，大成伫新北市办理扩大的体检，予45岁到49岁的民众来检查，进行半冬也发现30多例阳性个案。去年7月份开始到年底总共做的检查的民众就是有886人，目前迄批的人内底有30几个是发现是阳性安尼。赖清德总统进前有提出健康台湾的目标，希望2030年台湾癌症死亡率会当降低1/3。目前国健署自2025年开始扩大大肠癌的体检，全国45岁到49岁的民众每2档会使检查一届，40岁到44岁的民众若是有大肠癌家族病史，也通免费体检。希望提升少年族群的健康意识，也鼓励青壮年族群通把握免费体检的机会。若是提早发现身体有各样，才通提早治疗。记者张家嘅谢桂玲新北报道。第2届歌仔上市全国歌仔曲调的比赛全国是有超过2000多人报名。经过7个月的比赛，顶礼拜6、礼拜伫高雄进行总决赛，有阿嬷带孙，佮有妈妈带查囝做伙来唱歌仔戏。总决赛是非常的精彩，那么做伙来欣赏。无论是脚步手势，也是声调押韵，拢表演家长有办的。第2届歌仔上青全国曲调大赛第3举办成人甲团体组的决赛，参赛者除了传统的曲调，嘛有人选择用轻松的曲调来表演。笑会安东哥买菜大师，观众是看甲笑嗨嗨。目前准备要做高中台语老师的景俊杰，用带劲生活的台语词配合活泼的曲调，摕到成人组的冠军。做一个台语老师，伊表示用歌仔来学习台语文对学生真有帮助。伊会让甲所有的文吐音甲白吐音拢分较清清楚楚，而且唱歌戏会当讲所有的代志。伊要看，伊要讲伊的心情，也是要讲今仔日
伊即马咧做啥物代志，其实都全部都会让用歌戏唱出来，所以嘛会让考验学生对咱台语的语词的用法。不管是演唱还是演出表演的方式，互阮拢感觉真欢喜。感觉到哇，遮尔侪人介意歌戏，实在是太好了。为着要互更较侪人接触歌仔文化，今年的比赛延续去年，除了有少年组、成人组、甲专业组，佮特别增加团体组，鼓励时大少年通组队来比赛，专门来唱歌仔，互传统文化会当伫无共世代继续传化。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来看这几天哦，伫个法国出现袂少台湾手册第一店，其中有一间店叫做来济哦，店家用台语来号名，头家是两个来巴黎读设计熟悉的台湾人，伊伫2018年开店哦，希望讲透过啉茶，会当甲台湾文化小解互法国人了解。要外甜，偌济店家店员拢通调整，不过店内的人客拢是外国人。这是在法国巴黎开的台湾饮料店，创办人林铁群和老何祖两人是8年前在巴黎读流行设计熟悉的。因讲，唔若珍珠奶茶、像蚵仔奶茶和台湾口味的咖啡，拢真受欢迎。阮其实嘛是会烧阮台湾人生活的方式，阮的文化，选你家己介意的茶，选你介意的长度，甲你所爱的物件，所以其实伊是一个现代人享受茶的方式。创办人表示，特别用台语来做发音来开店，除了是因身为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嘛希望透过台语甲手册茶，让法国人了解台湾的多元文化。我自己也是后来去到法国，生活了之后，我才有发现说，哦，其实整个台湾真正的核心是什么？再包括所以我自己也本身也觉得说，是想要开始去把台语学起来，这样就是把那个我说的就是失去的那个根找回来，这样子。店内大部是有法国的民众和游客来交关，嘛请袂少来法国生活的台湾人。所以表示，因为法国原来是多元民族的国家，所以因对台湾文化的好奇和接受度嘛真高。法国伊其实是一个移民社会，其实因遮人种就侪，对，我感觉因应该从细汉就，不管是邻居啊，还是学校，就接触到就这种无共款文化的。来啉茶兼体会台湾自由佮印度的生活文化。伫咧法国住几年的创办人表示，这对外国人来讲是真特别的体验。因讲只要有人愿意因为安尼进一步了解台湾，来到台湾行大，就是伫咧巴黎开店上大的成就感。记者卢尚珠、林晓凯，法国巴黎报道。爱水无分年纪哦，日本的化妆品的品牌推出一套化妆的疗法，和社会人会当透过化妆来训练手骨甲手指头的动作。因为高龄社会哦，老人的人口是真多，业者嘛预估讲高龄美容的市场规模大约是100条日票，21条的台票。伫日本东京，即寡伫咧学化妆的校员拢真专心听老师的讲解。这节课是针对视大人的课程，唔但教因安怎化妆，也个包括安怎保持手的灵活，是针对老大人延缓老化的全方位美妆疗法。现场也个有85岁老阿公来参加，除了学保养家己的皮肤，也和妆头啊较流亮。皆様個人化粧をされている方が多くいらっしゃったので、もともと化粧意識は高い方の集まりだったと感じましたが、また普段の化粧と健康維持のための化粧のポイントが違うというところをお伝えするように。日本美妆品牌资生堂开的美妆课程，加一寡适合老大人的简单的手部运动，和视大人会当了解化妆保养会当顺续促进健康，也个用一寡简单好记的口诀，和视大人较记会牢。89岁安倍佳子普通时是无化妆，伊讲先去健身房运动，过来上美妆课，怎么伊对化妆真有兴趣？上课的学员拢真期待，会当学到美丽加健康的概念。例えばチークを入れるときに笑って頬骨の上から伸ばすっていうところ。
あとファンデーションもどうしてもシミを隠したいとかシワを隠したいと厚塗りしますけど、それが薄塗りの方がいいよっておっしゃってたんで参考になりました。日本的瑞穗銀行市场分析报告就讲，日本高龄美容市场的规模，在2025年会当达到100兆日元，换算代表21兆，范围包括美妆品甲医美服务，消费者唔但女性，也包括男性。洋服などではそれこそさっき申し上げましたイケてるジジイ可愛いババアと言われてる人はかなり高級なものをこう使ってみたいと思ったりする。でまたその人たちは昔と違って異性の友達が結構多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がポイントでして、異性の友達に会おうとするとやはり綺麗な格好していかなきゃなとか、あるいはお化粧しなきゃなとか。在高龄化社会内面创造一个美丽无过再是少年人的专利，时大人族群也当有家己的时尚美学。公司新闻张小芬编译。来看全球历史上久、规模上大英国克鲁福兹动物展哦，今年上大奖是颁予意大利的惠比特犬。今年嘛出现史上上少年的参赛者，是一个6岁查甫囡仔哦，伊头一届参加比赛，就摕到格林犬的头名。这个6岁查甫囡仔弗雷迪奥斯本，看伊厝内饲的狗8岁德摩拉虎狗，叫做 Penny。在格林犬的比赛，照规定都要看狗踅会场一轮。而且皮年的尾流，还阁爱呈现真欢喜、摇来摇去的状态。主人甲老狗配合了真斗搭，看落嘛真古锥。现场的观众扑也是拍甲。落尾手因这组摕到高龄犬项目的头名。弗雷迪嘛加做英国克鲁福兹狗的展览，历史上年岁上细汉得奖的人。I'm 6 years old and I've won cross. Her name's Penny, and I love about her that she is really good. He just was competing against people that are 30, 40, 50 years older than him. He did a great job. 克鲁福兹狗仔的展览在1891年成立，是全国历史上久、规模上大狗仔选秀的比赛。1991年开始，每一年的春天固定会在伯明翰的国家展览中心举行。4天的比赛，唔但电视的转播，还有各种动物伴相关用品的展览，是真侪介意狗仔人士因年度的大代志。今年有为世界各地来的2万多只的狗仔来参加比赛，经过一轮搁一轮小组的比赛，竞出来7个小组的冠军，每一个是拢2人。最后一天，这场要争取最高荣誉奖，也就是最佳展示这个上大的奖。评审经过详细斟酌，甲6犬组分组的冠军颁发予这只为意大利来的4岁惠比特犬，以上界优雅的体态、上界健康的体格，还有看到真水色的毛。摕到这届奖杯，还有200万英镑的奖金。It's really a dream come true. I am truly overwhelmed. Miuccia performed her best. I felt her very relaxed on the leash, so I'm super happy. And I would like to dedicate this moment to all the people who supported me through this journey.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报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晡3点，咱再会。
想到台湾料理，